农历7月开鬼门哦，各地拢有无同款的普渡方式。今仔早起，婚礼的后尾就做伙举办开香仪式，咱做伙来看卖。虎尾镇东西南北中地幸福第7大普渡区，16号上午联合举行开香仪式，象征虎尾中华文化节正式开始。如果普渡贡品倒数超过4000道，各大普渡区嘛无共祭拜特色。对咱各区的特色，拢总甲展现出来。其中内底有较有名的，就是咱这个吉化山、搁冰雕、果雕，搁炮城等等吼。18号主时一到，正式进入民间俗称的鬼月。民间有真侪习俗，会替好兄弟接风洗尘。宜兰县嘛举行疫情过后第一个水灵节活动，真侪民众走出户外，参与祈福圣会。给一些就是好兄弟们引路吧。有一点起舞的意思就对了。对。过来到新地的新丰庙，道长在大门前手拿着7星剑，脚踏着7星步制作结界，遵守上正派科技拍开好门，象征旧历7月正式到来。至于云林西里福音宫，嘛选择前一天风筝，避免惊扰到好兄弟。真甲封起来，因7月时来到这，莫去甲交叉，享受咱这个民间甲传的贡品。旧历7月开鬼门，全台各地拢有真侪习俗，希望咱好兄弟这个月会当好好享受中原普渡祭品，万秒民众体验过去的传统文化，会知影慎重对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